114全国语文竞赛，台湾汉语朗读文章，高中学生组，先强，编号4号，起分声录音，插东插西，起翻片研作。記得讀小學嘅下，日日就同教班呢向下行路去讀書，冇到半點鐘嘅路程。成年嘅咩？那要好緣分乖乖行，總會咩地位出事來搞。摘花草，捉蟲怪，嘅行唔是算。喺路上踩高上高下，我哋就會看準差樣誒，電佢一個就跳下去，萬人係踏到也講到樣誒就算數，愛本樣嘅人掟額頭，標準嘅下，除咗行業雜貨店賣本色，幾個人還會朝地去行細路誒。行天順，到到路後超轉彎，再轉彎，30分鐘來行嘅路，樣行得幾點鐘誒，將轉到屋。太人講，哼，鹽陽米打錯盲，插東插西，愛行那唔行？我要行啊，行較久得嘞。到太誒，不管去到那個新城市生活也老了，我本當好太街細路小巷，因來穿上穿下去探路看風景。當記得有一擺，自家一下坐巴士去九份了，昂過金瓜石黃金博物館。要貼上長長嘅段呢，去看神沙嘅遺跡。九份嘅最有名嘅老街，鬧熱漸呢，一踏入熱，就同人漸上漸下上去咧。總算對街面轉出來誒，心肝度一時就冇想再個對沿路兩轉去。夜時節，拄好看到苗苗葡萄嘅牌誒，咁麼就來去行看下好咧。手停停端嚟上，冇想到一行起時，才行入山度去誒。出喺青頭線看到一個像仙人樣嘅老阿伯誒，卡個地位。拄到一些青人，規個山啊就像村到蟲叫、吊嗓同蜜蜂，還有自家嘅頭氣嗓，一下六架，一下雙架，遠有一些特別頭白人留下來嘅木匠，看到有啲會凄涼。頓腳下來，我頭看天，日頭轉樣誒，呀，算來愛行去奈喏，明定卜卜跳嘅心肝，到夜下真感覺到，哎喲，淡哦，好得轉一個彎。拄到林間嘅西白公廟，打往白公之路，過無幾久就行到另外一條嘅登山口誒。出來，反轉頭詳細看告示牌，張地講一條山路彎道，小處行古土，望落山嘅日頭。同後同國手面前，
基隆河两顺嘅沙渣花唱到金奶奶，我就伫呀小暖嘅洞下頭，踏上將用金嘅鋪設嘅大路，一路行到後塘火車頭，過後又聽到廟村嘅廟尾搖搖呀呀一插咩，將感應坐車轉彎。哼，差東差西，唔行就唔行，一行煞害人心驚。10年前嘅昂膽，一下是唔敢咧。